朋友啦，Raymond。如果你10年前同我講我今日會坐喺度，我應該都唔會好相信你。我細個嘅時候咧，俾人評估做發展遲緩，言語能力咧比其他人咧明顯落後啲嘅。當然啦，我當時只係覺得有啲怕醜嘅感覺。但係咧，我嗰陣好中意想像去畫畫，去做啲異想天開嘅嘢。但係咧，我又唔夠膽企出嚟去表達呢啲 idea。當我連企出嚟嘅勇氣都冇，我又點談得上傑出呢？好彩有唔同嘅導師指引住我，俾我用科技去表達到自己，去影響到身邊嘅人，俾我發現到其實自己都做到好多嘢出嚟。我第一個接觸嘅 product 咧就係呢個長者溝通簿啦。當年我同學有親戚中風啦，佢溝通咧係非常之唔方便嘅，所以咧當我同學整完第一個 prototype 之後咧，就邀請我去擴展呢個 product 成為一個 IoT 嘅護理系統啦，俾患者同家人同護士去溝通嘅。呢個 product 咧，除咗獲得咗亞太區嘅 ICT 認證之外咧，亦都帶咗我去英國嘅 Best Show，俾我見識到世界各地嘅科技發展。呢個經歷咧，俾到我由一個唔識去上台講嘢嘅細路仔，有機會去行出第一步，去發揮自己唔同方面嘅潛能。喺創科方面咧，我哋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我哋嘅學生公司 Lumify。我哋設計同埋生產咗自己嘅一款卡 game Gold Diggers， 目標咧就係教育 UNSDG， 俾小朋友可以設身處地咁考慮唔同國家嘅政策咩影響啦，同其他人互鬥之間咧學識明辨慎思嘅技能。我哋亦都設計咗專屬嘅 AI 聊天機械人，可以化身成為主持人，俾小朋友咧通過互動學習咧，學識點樣善用 AI 為未來準備。除咗喺營運上好成功啦，有大概4萬蚊到嘅 revenue 同埋100% 嘅 ROI 咧，我哋亦都受到顧客同埋評判嘅愛戴，贏得咗 digital 同埋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嘅獎項等等嘅。我亦都有用自己學到嘅嘢去設計出唔同嘅 product， 例如話係機械人比賽 MakeX 啊，或者係心理輔導嘅 software MindLink。而我喺科學園嘅 USpark 教育入邊咧，用咗 AIoT 去解決一啲食水系統嘅問題，俾一眾科學園嘅 CEO 咧評為冠軍方案。另外，我喺美國咧亦都有參加 Microsoft Office 嘅世界大賽，當中其中一個 task 包括為一個 NGO 去解決一啲獎學金嘅問題啦。當大家都對住一堆 Excel 表喺度叫苦連天嘅時候咧，我成功設計到一款 model 去幫我自動咁分類、自動咁去處理呢啲數據，獲得咗全球第2。喺呢度，我要多謝林 Sir、Albert Sir 同埋一眾嘅 ICT 老師。我亦都喺校內校外參與唔同範疇嘅活動，例如作為學生大使喺唐老師指導之下咧，我有機會統籌一啲大型嘅聯校活動，同其他學校建立合作關係。喺英文辯論隊咧，我見證住我哋嘅團隊首次躋身無聯合國嘅會場而取得勝利。而喺武術方面咧，我亦都有一直跟從住我嘅太極拳師傅去訓練。我亦都有參加合唱團啊、學生會啊、校刊火炬等等嘅活動。冇一直支持我嘅老師同同學咧，根本就冇今日嘅我。當我遇到咁多次嘅溝通障礙，先至明白有框架、有領導同埋有橋樑嘅重要性，去有效咁幫到唔同人去接觸科技。所以我喺英華入邊領導住電腦學會同埋科技學會咧，去創造一個超過300人嘅 InnoVoice Community， 去搞唔同嘅活動俾師弟去參與。咁喺校外咧，我亦都由0到1建立咗本地中學第一個聯校嘅科技協會，嘗試去團結唔同中學之間嘅 STEAM 進展。例如啦，我哋有舉辦唔同嘅活動，好似係 CodeQuest HK 同埋 Typhoon Hacks 2個唔同嘅 Hackathon， 俾唔同背景、唔同學校嘅中學生一齊去合作解決困難。我哋亦都聯同咗一間青少年嘅 NGO 去舉辦唔同嘅義工活動，亦都有交棒俾師弟去策劃舉辦自己嘅活動。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可以喺我哋嘅根基之上，
發光發亮。好有幸，我獲得到香港10大傑出少年、深水埗、九龍同香港傑出學生嘅肯定。由一個懵懂無知嘅細路成長為今日嘅我，絕對係英華春風化雨嘅見證。我諗翻起牛頓一句：如果我可以望得更遠，都係因為企喺巨人嘅肩膊上，就令我諗起一個義工 workshop 叫 Make My Eyes 嘅 workshop， 感受到嘅傳承精神。嗰陣我喺度幫緊一班小學生為視障人士整緊一個可以幫佢哋望到身邊嘅事物嘅 AI。見到呢班小學生喺 Teachable Machine 入邊，猛喺度揈住佢哋電腦嘅 webcam， 喺度發現到背景可以影響到佢哋嘅訓練數據嘅時候呢，我好似喺佢哋身上感受到當年嘅我。通過親手玩啦，親手去創作，我克服到自己嘅恐懼，用我嘅作品代替我嘅説話。我知道我依家依然實力未夠嘅，但係咧，我希望可以喺英華俾到我嘅基礎之上，繼續去加強自己嘅能力，可以用科技去更加好咁影響身邊嘅人。我相信咧，你哋對點樣讀書啊，點樣去做時間管理咧，都聽得比我更加清楚啦。咁所以我只係分享少少關於心態上嘅嘢啦。第一咧，我建議你去勇於嘗試，盡量咩都試一試，揾下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我相信英華好多老師、好多同學都會俾到你呢個資源，俾到你去發掘嘅。第二咧，我相信過程咧難免咧都好多擔心啊，好多挫折嘅位嘅。但係咧，只需要咧努力盡力咧就可以問心無愧噶啦。成長之中咧好多時候都有啲迷惘啊，有啲驚咁樣。講真，我自己都試過無數次噶啦。但係無論我遇到幾大嘅挫折，柳暗花明又一村，點都可以撐過去。第三咧，好似林 Sir 教我咁樣，幫人嘅時候記得要 enjoy， 要樂在當下，去享受英華所俾你嘅中學時光。